7月10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永遠都係一個睇起嚟好率直、好開朗、好有精神嘅人。你唔單止識得照顧人，仲好細心。你嘅出現咧，會令到人哋嘅向心力增強，擅長令眾人團結一心，係一位好強嘅領導者。有自己一套做事嘅方式，行動力好強，表裏一致，係一個好容易相處嘅人。而另一方面咧，你嘅情緒亦都會比較大，有咩事發生咧，喜怒哀樂都會寫喺上塊面度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非常之清楚自己中意嘅類型。遇到你中意嘅對象嘅時候咧，你會展開猛烈嘅追求，記得好好拿捏分寸，唔好嚇親對方喎。而結咗婚之後，無論屋企同埋做嘢咧，你都會全力以赴。但係記住啊，屋企係講愛嘅地方，千祈唔好用做嘢嘅方式咧對待家人啊。而性嗰方面，你冇辦法將性同愛分開嚟看待。你中意激情嘅性生活，而性對於你嚟講咧非常之重要。如果對方咧會發展成無性婚姻嘅話咧，有機會會分手或者離婚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好能夠將自己嘅信念同埋堅定意志咧放喺你自己嘅工作上邊，擅長帶領團隊，提出方向。如果目標明確嘅話咧，可以好發揮到你嘅所長。財運咧非常之好，但係本身你對錢唔係咁執着，屬於只要你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嘅話咧，錢就會自然送上門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有你自己嘅信念，亦都有能力帶大家前進。但係會唔會有時太過三分鐘熱度，或者將目標 set 得太高呢，令到自己放棄呢？可能獲得真正嘅成功，真係需要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咁樣解決面前嘅問題。呢一個先係成功嘅要訣。